早早，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18，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疫情指挥中心伫昨昏是送出第2批7万多筒莫德纳预防针予地方政府。资本家是要留予医护人员做第2筒的药。媒体就好闲问讲，敢是有新的预防针要来啊？指挥官陈时中是真是讲确实有，背面的媒体嘛报讲上紧按算伫今日下晡就会送到位。另外，日本敢阁要送咱预防针，作为日本的代表，谢中定是伫面册写讲，这部分也阁有变数。咱国最近是毋是会摕到新冠预防针？指挥中心的记者会有媒体问讲，10月要配发第2批7万多剂莫德纳预防针，是毋是有第2批要到啊？确实你很有敏锐度了哈，我们当然有所准备嘛哈。那至于在第2季的时候，那 A 季这部分我们也会尽快的来安排。陈时中讲了真保留，因为疫苗还未来台湾进前，变数还阁真多。一若日本伫咧援助台湾124万剂 AZ 预防针了，如果团讲要考虑透过 COVAX 另外送台湾180万剂预防针，咱国做日本代表谢中庭17伫咧 FB 讲，日本媒体讲检讨，表示正伫咧考虑，也未确定，也提出5点可能的变数。然后重要变数就可能取消、暂缓或者是终止。另外，美国也想要过关疫苗予台湾。美国国务卿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副总卿费德韦17伫咧联邦参议院的听证会讲，正伫咧甲台湾监管单位合作，按算会伫咧正短时间内送新冠预防针予台湾，时间也无法度确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昨昏，咱国内新增加175个本土病例，阁有19个人死亡。针对咱大规模做预防针了后，日头传出有老大人自杀了后煞过身。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大部分拢是有慢性病，有治的好处也是大过无治。强调有注射才有才调预防重症甲死亡，所以鼓励有慢性病的老大人嘛是爱赶紧去注射。本土新冠病例持续断开，17新增加175例确诊病例，其中高于新北市87例上侪，过来就是台北市34例、苗栗县31例、新竹县10例、桃园市7例、花莲县嘉南市一甲台中市共2例，死亡个案是增加19例。立县的31例是我们从整个金援专案开始的时候，那第一次全面性筛检完之后，我们就该匡列的这些密切接触者，我们又再做一次的这个筛检，所以这31例里面有30例呢是在这个匡列的范围内所进行的哈。那因为另外新竹县的10例呢是一个长照机构里面的这个住民跟相关的人员哈，因为这2天国内 AZ 新冠疫苗大规模开始做，因为疫苗无够，大部分的县市是85岁以上的长辈优先做。根据指挥中心统计，截至6月16日，国内已经有174098个75岁以上的长辈做过 AZ。为疫苗不良事件通报系统显示，目前收到11例做 AZ 疫苗了后死亡的通报，其中8例是75岁以上的长辈死亡个案。指挥中心研判高龄而且有慢性病，其中有2例解判了后已经确定死亡的原因。阻塞性的心血管疾病加上急性心肌梗塞，那另外有一个也是在南部的昨天才刚解剖完它的解剖的结果就是动脉硬化的这个心血管疾病。那它的解剖之后发现有3条的动脉都堵塞了。连续传出有熊熊死亡的消息，原来让人烦恼到底是不是应该去注疫苗呢？指挥中心表示，每一个国家一个开始注疫苗的时阵，拢有类似消息传出，亲像英国注 AZ 疫苗863个人死亡，注 BNT 疫苗原来有406个人死亡，同款引起社会烦恼也甲惊吓。只不过英国也是继续注 AZ 疫苗，也成功提高涵盖率，将死亡甲重症控制落来。不要因为这个可能1-2天死亡的一个事件然后还没有具体的一些分析结果之前就妄自却步而不去接种疫苗。这个病毒是不会等我们疫苗打好才来爆发群聚的。指挥中心讲，真侪长辈拢有糖尿病、高血压甲心血管的疾病，但是染疫死亡率原来特别高。记者综合报道。老大人自杀了后煞死亡的案例，伫各地头拢有，目前有通报10外件。高雄有一个90多岁阿公，伊本身有慢性病，
向注射了后，雄雄死去，家属无法度接受。若伫桃园云林、台中、台南、屏东甲新北嘛，拢有青公司的案例。标的是有一个阿嬷注射了后，感觉无啥爽快，全无喘气、无心跳，好佳在有救倒转来。尤其甲病院说，因为防疫限制人数无法度入去，家属情绪激动，因为厝内底90岁老大人15早起做疫苗，17透早无舒适半医生，到医了后死亡。我可以见市长吗？我是高雄市民，可不可以见？昨天打了疫苗，一天没有，今天就发生状况。家属不满要求要见市长，病院初步检判是因是心肌梗塞，也毋过也无排除是做疫苗了后不良反应。有一些疫苗不良事件的一些疑似的一些通报，当然我们对于这个部分，卫生局一定是会以最积极的态度，然后协助家属。全台陆续有老大人做疫苗了后出状况，桃园市90岁老先生16做疫苗，当日暗时无舒适送医了死亡。苗栗市85岁老阿嬷做疫苗隔天无生命现象抢救了后恢复。云林2个人死亡，分别有糖尿病87岁老先生，到心脏病死的88岁阿嬷。台中、台南、屏东也陆续有人死亡。昨天下午5点来跟我通电话，说他很想睡觉，结果8点多结果没心跳。我妈妈打了这个疫苗之后，2-3个小时产生的后遗症，你叫家属要解剖，哪一个家属同意呢？地方政府对老大人做疫苗了后有状况拢是唔甘。云林县长张丽仙为本高提供救助金承诺的协助，台中市长罗秀贤呼吁中央唔通民众伫染疫风险加做疫苗后遗症当中选择染疫的威胁跟疫苗的这个疑虑之间去做挣扎去做选择那说让你自己评估，民众自己评估，那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虽然全台拢老大人雄雄死亡，也有家属认为无应该什么代志拢甲疫苗有关系。高血压、糖尿病，对啦，很多毛病啦。有家属认为是大原本就年岁大，状况歹有了，无认为甲做疫苗有关系，也未追究相关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北部、东北部高温烧热，伫苗栗以南规工天气拢无啥稳定，不时拢会落雨。咱来看温度。今日同款是透西南风，伫北部天气是正烧热，大台北抑个东北部高温是有机会降到36度以上。气象局嘛有针对大台北等10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警号。花莲是爱细日火烧风，高温有机会降到38度。伫这方面呢，中南部不时拢会有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那南部落雨范围嘛较宽，中部、苗栗嘛拢有局部阵雨。另外，要提醒乡亲，后礼拜一开始，风面瓦紧，加上受西南风的影响，全台湾拢会落雨。后礼拜2到后礼拜4拢是落雨天，西半部、东北部雨会较大阵，爱细日上大雨甲雷公雨。来关心立法院即马当地审理纾困4点控的预算，要拼伫今仔日完成三读。针对在野党呼吁人人拢分现金，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表示讲，纾困预算是救急，毋是救散，所以目前并无这款计划。另外，朝野立委是拢呼吁讲，热天较贵的电火钱爱慢请实施，这部分经济部有答应讲会摕转去研究。立法院纾困4.0预算要拼18三读通过，17进入第2轮的党团协商。本来只敢若剩100多案要处理，验过国民党团提出300多案，包括疫苗爱买好嚼、全民快筛、确诊爱国家赔偿、国产疫苗通过3期才会当做，普发现金1班等10项诉求。也是讲只敢若剩1天，立法院爱处理500多件提案。民进党团认为造成协商的困扰，南洋批评执政党傲慢。行政部门要拿出诚意来，行政部门要谦卑的听老百姓的声音，听民意代表国会所转达的人民的请命的声音，不能够再高高在上，要不然就是摆出一副要不然表决谁怕谁。有一天民意会反扑。比较政治性的要保留嘛，比较没有办法妥协的，那就保留。没有说什么建群，要说全部改建群，有时候不改，就算了。本党自己的提案，我自己负责。因为将这族群伫这边纾困被闹高期，就算是做厝的人加艰苦的教师，这样是这边协商的重点。
行政院长苏贞昌17主持行政议会时阵强调，会用谦卑的态度认真检讨。对在野党讲普发现金，苏贞昌讲有算也都无够，暂时无普发现金的计划。现阶段并没有规划普发现金的这个做法。现金纾困的部分从6月4号起发放到昨天6月16号统计的数字，总共已经发出了705亿左右。那受惠人数是444万人。另外，朝野立委拢提案要求经济部研究取消热天电价。经过在场的立委甲官员讨论了，相关提案通过。经济部同意伫1个月内研究出结果，因为这边的纾困特别预算无变电费的经费，需要大量吸收，所以要一寡时间来计算。若是会当实施，会自6月开始算。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即马当地审查纾困4点控的特别预算案，有劳工团体嘛有公布一份调查，讲有96%嘅受访问的劳工是认为讲纾困补助的保障也无够。劳工纾困补助当咧进行，但是公投团体对全职劳工派遣工等等做调查，发现有96%的民众认为纾困补助保障无够，将近93%雇主违法减班减薪水。调查嘛发现有劳工因为雇主无申请纾困，领无补助。这个在我们的调查里面，这次是有74.4%的雇主。好，他的营收已经受到冲击了，但是他并没有去申请纾困补助，他是绑定事业单位的情况之下，那其实劳工就是看得到吃不到。公投团体表示，调查当中有听到的案例是旅馆业者红房间制造营收损失，要求员工分流上班，但私底下却甲员工来减班、减薪水、申请纾困补贴，根本无发予员工。嘛有听到伫小店头上班的雇主连申请拢嫌麻烦，直接是员工头路顶顶。因讲劳工实际的状况，并唔是像政府想的遐尼简单。有对这些劳工的权益有受到影响的部分所以有时候他们也不大会去申请，不大敢去申请，因为怕主管机关来查的时候会发现一些问题嘛，所以他们嫌这些可能就比较麻烦。与其这样子的话，不如找一个比较软的去处理，就是说处理劳工来降低成本，反倒是会比较快公投团体表示，因要求企业的纾困资料要公开，劳工要有纾困申请的发动权，津贴直接拨予劳工等等，希望政府听到声。针对这的诉求，劳动部是表示会加强稽查雇主违规，劳工若拄到雇主违规，嘛会当提证据，由地方机关来介入调查。记者陈嘉文、杨学水台北报道。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有预防车要到位啊！指挥官电视中有证实讲，后一批莫德纳预防车伫要到位啊。自由时报是报讲，阁有24万单莫德纳预防车伫今仔日下晡会送到咱台湾，而且后壁还阁有阁有41万单嘛要到货，这拢是咱买的。啊，若是美国关乎咱台湾75万单的预防车，嘛是莫德纳预防车，按算伫月底进前就会送来台湾。所以未来2礼拜陆续有140万单的预防车会送到台湾。来关心联合报，经济部伫几内工业区目前当地做预防车注射调查，是要求讲愿意做国产预防车才写名才列名单，若是无愿意做的，也是有经牌子的，安尼就唔好写。这是引起国民党的立委在质疑讲，问这是啥物意思？怀疑政府在替国产预防车推销。经济部是澄清讲，敢若是先做调查，安尼才好安排。来看《中国时报》，瑞士的洛桑管理学院公布上新2021年世界竞争力的比拼，因为咱台湾伫去年防疫表现得真好，加上去年咱的经济成长率世界排有上顶，所以伫64个国家内底，咱是排第8名，这是2013年以来表现得上好的。不过今年本土疫情滚假，商业界即马就讲明年排名可恐惊袂遮水。来关心最近有真侪人发起募款，买一寡医疗物资捐予病院。咱总统蔡英文伫昨昏嘛有专工敲电话向这人说多谢，感谢因的付出，嘛有感谢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替进口预防车咧走总。
艺人嘉英节募集9000多万，各位342台有救命神器之称的高流量氧气片导管专配系统 HFNC， 佮亲身送去各大病院，说互网友质疑分裂台湾。嘉英节10人伫直播表示，绝对无政治也是宽无。17伫面册限时动态打出相片，表示有接到总统蔡英文的电话，蔡总统原来伫面册顶悬公开甲嘉英节说声。我没有想到真的，我还按掉了3次，想说我在送便当，然后很热。他很担心说，如果我觉得说受委屈的话呢，是不是会浇熄我的热情？对，那我也跟他报告说，我是一个游过英吉利海峡的女生，对我绝对会挺得住，请总统放心，对我也是没在怕的。资深媒体人黄光芹捐171台移动式冷气，予第一线医护人员，意外引起争论。总统是讲，对愿意斗相共的人，无应该口说讲歹听话，放声放影，佮亲身敲电话甲黄光芹说多谢。开始是让我觉得受宠若惊，然后通话过程当中觉得总统不像是以前人家讲的读稿机，他非常诚恳。蔡英文毋但敲电话，佮公开甲嘉英节甲黄光芹说多谢，也特别感谢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为申请疫苗进口的招总，澄清政府主动民间采购疫苗的无实在消息。永龄基金会向卫福部申请疫苗专案输入，全案正在按照计划进行中。知道国人对于疫苗输入的殷切期盼，必将全力以赴。蔡英文讲，照顾好人民是政府的责任。面对疫情的挑战，政府也是有做无够的所在。任何想要制造对立的言论，对防疫工作无任何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目前全世界确定病例是超过1.7亿例，死亡人数有384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75例，目前咱台湾是加强13584例。中国的病例有91000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是超过78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436万例，印度是超过2970万例，巴西超过1762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61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81万例。医风社敢袂使无共牌子揽咧住？欧洲的药品管理局有咧做研究，看起来应该是会用的无问题。毋过因的话嘛，毋敢讲伤甜，甘愿较保守咧，讲爱佮掌握较侪资讯，严格监控才讲会准。自第一剂是腺病毒载体技术的 AZ 有风社，第二剂时阵改用迅速协同核酸 mRNA 技术的其他疫苗，譬如讲莫德纳或者是辉瑞 BNT。欧洲药品管理局讲安尼会使。All the evidence that we have so far is that this is not going to be problematic. Some preliminar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ndeed the immune response seems to be satisfactory and no particular issues were emerging from a safety perspective. So it looks like it could be a strategy that could be employed, but of course there is limited evidence and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collect more information and monitor carefully. 欧洲药品管理局也对德国核酸疫苗 CureVac 最后实验阶段的保护率只敢若47%讲，效率至少要50%才会使。CureVac 又爱想要送件，并且讲这毋是最后的结果，实验还阁伫咧进行。严估也讲，愿意其他药厂继续线手研发。Ja, natürlich haben wir uns mehr erhofft, insbesondere weil ja die Messlatte auch gesetzt wurde durch eine sehr hohe Protektion, dass diese Partner dann, wenn wir kein Produkt haben, natürlich auch andere frei sind, andere Produkte zu produzieren. Ja, klar. CureVac 的效率无法度达到目标，原本打算要强硬后面几落一级有风险的可能性，恐惊无望。消息传出来，公司的股票就大跌。公司新闻吴玲编辑。有风声讲，欧盟甲咱台湾，抑佮美国等6个国家列入去安全旅游名单。也毋过要入境欧洲这个国家，爱加什么款条件，爱做什么款检验，由欧盟的会员国家己决定。真侪间外国媒体引述外交人士消息报道，欧盟16同意将台湾、美国等6个国家纳入安全旅行名单，也就是这个国家的旅客最近就会当去欧盟做非必要的旅行。新一波纳入安全名单的国家有美国、阿尔巴尼亚、黎巴嫩、北北齐顿，也有塞尔维亚，也甲台湾。另外，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是有条件列入。
前提是对方以付费原则，也爱甲欧盟为避免非必要旅行的名单除名。相关措施一定即几工就开始。虽然欧盟建议一步一步取消限制，不过具体的做法也是要由各成员国决定，包括是毋是必须要提供采检阴性证明，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才会。所以旅客要去进前，一定要先确认当地规定。大家注意就是前欧盟成员国英国一直拢无伫安全的名单内。英国原本6月2日要解封，却因为 Delta 变异病毒传开，致使着确诊率增加。首相强生宣布延后解封1个月。路透引述伦敦帝国学院最新的研究，指出 Delta 变异株5月以来已經致使到英格蘭地區嘅確診率升高50%。Le couvre-feu à 23 heures, qui devait, vous le savez, s'appliquer jusqu'au 30 juin, cessera de s'appliquer à compter de ce dimanche, soit 10 jours avant la date prévue。法國疫情有卡起來，15向前算7天，平均每天新增加確診差不多3500例，而且連續5天比5000例較少。總理宣布好消息，提早10天解除宵禁令，佮表示因為疫情有卡起來，比預測的佮較好。當地17就會解除戶外強制掛喙罨的規定，不過在大眾運輸工具較客這個室內空間，也是要強制掛喙罨。公視新聞林浩如編譯。來關心香港政府拒絕批准國泰航空外國機組人員的工作簽證，造成咱台灣的空服員嘛無法度繼續食頭路。國泰航空公司表示遺憾，嘛講要佇香港找新的員工。目前國泰航空公司的員工，若是唔是香港人，安尼因的工作簽證到期了後，香港政府攏無要批准。不過國泰航空並無對外講有偌濟人受影響，公司敢若強調講會提出合理的補償，未來嘛優先請香港人來做事。不過針對香港政府這款無理的行為，公司嘛講要替這外國員工提出上訴。來關心香港警方昨在雄雄去抄香港的《蘋果日報》，以涉嫌違反國安法，甲一團媒5個個斬掠去。香港的保安局是對外表示講，因為這5個人交給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香港《蘋果日報》總編輯羅偉光17號3號，警方以涉嫌違反國安法入門抓人，昨下7點半上百個警力前往搜查《蘋果日報》大樓，佮封鎖大樓四周圍。這原來是佇去年8月了後，警方再一次到這個所在搜查將近5點鐘，抓到5個個殘，佮以國安法凍結《蘋果日報》等3間公司，攏總1800萬港幣嘅資產。係拘捕咗4男1女嘅，年齡咧係介乎47至63歲。罪名咧係勾結外國或者係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嘅。《蘋果日報》入邊咧係有數十篇咧，都係呼籲外國咧係制裁香港同埋呢個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嘅。警方表示，這個呼籲制裁文章都是串聯假話證據，所以拘捕這5人，包括着一團媒行政總裁張劍虹、一團媒集團營運總裁周達權、香港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派敏、總編輯羅偉光，以及蘋果動新聞平台總監張志偉。香港保安局長李家超召開記者會表示，警方會繼續調查有關的任何人，強調這個行動是針對新聞工作做工具，做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跟一般新聞工作冇關係。唔好同佢哋扯上關係。任何人或者公司嘗試利用新聞工作作為保護傘或者掩護，從事危害國家安全嘅罪行，特區政府必定會以最嚴厲嘅措施依法打擊。互人搜查了的《蘋果日報》電腦的文件散噴噴。一團媒工會表示，警方是以國安法的名義對新聞自由的嚴重侵犯。香港中聯辦是聲明堅定支持特區政府加警方嚴格執法的正義行為。台灣民進黨是成員《蘋果日報》，批評中共戕害香港人，呼籲停止對香港的打壓。記者綜合報道。今日國際上一個什麼大代誌？甲鄉親咱做伙來看世界。加沙雙龍擱在燒戰，以色列嘅南部紅彈炸彈引起火災。以色列在半暝半嘛對哈馬斯發動空襲。美國嘅前總統川普去年總統大選選輸，也毋過伊攏無對外承認失敗。最近伊咧接受專訪嘅時，頭擺承認講伊無選贏。來關心美國政府為着要對抗新型冠狀病毒，閣要投入新台幣881個錢，開發新藥啊。
那准临床试验顺利，安尼年底就会当上市。镜头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新竹县伫昨昏新增加10个本土病例，是2间长照中心发生群聚感染，县府即马已经介入处理，加老大人先刷去别几隔离。咱国内长照中心接发生群聚感染，目前已经有83间，274个人伫长照中心内底去围着。防疫人员为环境消毒，新竹县爆发长照机构的新冠肺炎群聚案件，17县内增加10例确诊，拢甲跌当2间长照机构有关系，其中有9位是住民，1位是照顾服务员。这些是在第3次筛检的时候确诊的案例，照顾的服务员，那他是在6月9日因机构群聚事件采检是阴性，6月12日的常规性采检仍然是阴性。6月15日常规性采检 PCR 阳性就确诊。目前2间长照机构的感染区域已经全部健康消毒，无染疫的住民也转移到其他病院隔离受治。机构的群聚相关的就有45例，占比是63.4%。我们16家这些长照机构，我们已经完成了1960人，都是属于阴性。还有90个人明天可以完成。新竹县长杨文科指出，政府采取对策是普太家做疫苗，对长照机构也有西药治病友是全面来做疫苗。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统计，今仔全台伫个长照机构相关的新冠肺炎群聚案件，都有83件，274人感染。不过整体看来，疫情高户感染的现象好亲像有降落来。其中是67位是工作人员，207位的非工作人员有确诊，那另外有165位是因为受到影响在隔离家户感染当然还是有不过看起来这趋势稍微有下降，机构或者是在医院里头的感染还是有在发生的一个情形。指挥中心强调，卡数机构发生群聚事件，拢会列出居家隔离接触者，也会清空机构，各将住民甲工作人员刷到别个所在安置。卡数工作人员有登记，就会伫社区设采检站，这拢是防止疫情扩大的方法之一。记者综合报道。那苗栗昨昏是新增加31个本土病例，其中有30个是外籍移工，境外电子占17个人，地方嘛有12个人。那台中昨昏是加2例，这是两镇7大家庭群聚感染。伫彰化昨昏是无新增加病例。苗栗县17公布增加31个本土个案，30个是外籍移工，包括境外电子有17个，地方12个，警政有1个，另外1个是清洁公司的员工。县长徐耀昌讲，确诊个案也是集中伫外籍移工，早伫6月初就已经隔离伫检疫所，也无公共活动数。社区感染的规矩也严格。那已隔离了10天到14天，皆无公共的活动史，所以对社区还有工厂不会再产生任何的影响。苗栗县府统计，到17累计有521例确诊，移工426例，占82%，本国籍有95例。请用移工50人以上企业开胎也已经完成31件。另外，台中也增加2例，是两济家庭群聚案中，甲头一个妇人人有接触史的业务员相亲。今天公布的这2例确诊就是他的父母亲。那因为隔壁两家人已经有6个人确诊，虽然相隔2-3个礼拜，但是我们担心这个区域会不会有隐形传播链。罗秀贤表示，这2名个案伫查某人确诊的时阵得封口列，不过这个传播链已经累计有6个人确诊。政府紧急设置前进指挥所，到17中到快筛395人拢阴性。另外，彰化17无增加案例，显示各传播链渐渐受到控制。所以这个比率呢，相对上来讲是比较低，可以控管。我们越知道感染源在哪边，就越可以去做相关的防治措施。也鉴别指出，确诊的251人中有67人提出隔离发病，比率27%，群聚感染点更加是占8成以上，目前无增加个案，显示疫情渐渐受到控制。不过不明感染源呢，也是有4.4%，提醒民众也是爱遵守防疫规定。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目前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昨天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175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12369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以上的所在，包括新北市有5942例，伫台北市是4091例，超过100例以上的所在，伫桃园是有616例，苗栗498例，基隆272例，伫彰化有254例，伫台中有184例。另外，昨天嘛新增加19个死亡的个案。目前咱全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13584例。这个统计是疾管署早起上新的数字。镜头来新北市伫昨天新增加87例。市长侯友宜表示，目前看起来中和的疫情也是真严重，并无解除3级警戒的条件。另外，伫新北市有增加2个老大人，以放射注射了后雄死亡。伫苏新北市以放射注射率无到5成。新北市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一句话：没有乐观的潜力，没有放松的本钱。台湾疫情等候，暗过新北医院是全台一天确诊人数相关的县市，17增加87例，总确诊人数5919人。市长侯友宜表示，中和增加18例，邦桥14例，新增22例。中和医院维持伫确诊高峰，目前看无任何解除3级警戒条件。新北市17个出现2例，注疫苗了后死亡弄办性病史。2位都是在机构的这个长者，那都是有长期的慢性病。那有一位呢是在6月15号这个注射哈，那在今天凌晨死亡。那另外一位是也是15号注射，在这个6月16号哈的晚间死亡。那这2位呢，因为平常都是有多重慢性病，我相信很多的长者因为看到新闻以后，也会受到一点影响，所以新北市的施打率就从60%掉到47%左右。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做观察。新北老大人做疫苗已经2天的6成，17例到无到5成，是毋是受最近治疗后死亡新闻的影响？侯友宜认为爱国观察也宣布，交涉及伫新北，若确诊了后不幸死亡，每人罚10万。快筛业者一定要把快筛的试剂做更高的品质出来，它的准确率一定要达到90%到95%以上，而且价格要低廉，能够让一般的民众买得起。也访问国家快筛试剂制造商，除了推广国家快筛，找出暗藏的确诊者，仍维持企业经营能力。金山检局红埔新北派出快筛机动队，共推432人，2人PCR阳性确诊17个，可怜200人快筛。另外，淡水防疫旅馆撇出偷收1般旅客，新北单罚50万，业者停业搁接受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现场的消息，是风声讲，今仔日有24万单莫德纳预防车会送到位，还有针对老大人预防车注射了后做出问题。疫情指挥中心即马正在开记者会，来听详细的说明。民众就医的可进性，然后就是方便性的部分。那对于发生零星案例的地方政府的部分，则建议要加强接触者的追踪管理，防堵疫情的扩散。另外，我们也请地方政府要持续强化轻症个案的健康监测与转诊的效率。另外，针对弱势族群跟独居长者的部分呢，也要提供主动的关怀。对于确诊病例数持续虽然是一个缓降的状况，那我们希望地方政府能回归疫调跟接触者的追踪管理，来落实提早发现个案。降低死亡的状况哈，所以这一点我们还是希望县市政府一定要在尤其在双北的部分可以在个案数慢慢的缓降的状况下，那在对于疫调的部分可以更落实。那第二个是对于疑似感染 COVID-19 的死亡案例的相验的部分，就死亡个案死亡的这个案子里面，关于相验的部分，我们现在现行的这个法规在适用上并没有问题哈，但是就哪些要行政相验，哪些要司法相验的部分，那有做出这个明确的这个决定。就疫情的期间，对于猝死的个案，那一律都做 PCR 的检测。那现阶段由双北地区先施行，就双北地区先施行。
促使个案的部分一律 PCR 检测哈，这一点要特别说明一下。那 PCR 检测的执行部分，行政相验的由医师来做执行，司法相验的部分就请法医来做裁剪。那相关的费用就一律由这个防疫的费用来做支出。那另外呢，第三个是我们对于诊所办理自费快筛的收治指引跟收费的标准，也跟地方政府做了一些说明哈，包括检验的方法、检验的试剂包括抗原快筛的这个采检的试剂等等，还有采验的人员做了一些规范，也提供给县市政府来做知道未来这些相关的这个指引跟收费的标准。第四个是有关于疫苗配拨跟施打的部分，那我们再次的跟地方政府重申，那施打目标族群的部分要依照指挥中心的这个造册的对象，就类别来依序进行施打，那避免造成施打的这个乱象。那因为地方政府常常也会帮一些职业类别来做建议啦哈，那这些我们都会指挥中心都会考量各个所建议的这些类别的人员，他可能所受的这个感染的风险状况一并来考量这个未来来考量他们施打的顺序哈。那我们有提醒县市政府务必依照这个目前所公告的类别内容各种施打的这个对象的目标对象的族群一定要依照这个来做施打。那另外也提醒县市政府，那因为最近天气越来越炎热，对于长者施打疫苗的部分，那请县市政府尽量安排这个在地的这个诊所或社区的这个注射站，就避免这个长者舟车劳顿哈。那也可以运用机动的方法来帮长者来做服务避免长辈们这样的一个移动造成身体不适哈。所以这个我们也特别再次的去提醒县市政府。那今天的报告先到这边。头到听到的是疫情指挥中心早起上新记者会内容，继续咱来关心台北市。台北市伫昨昏是开放80岁至84岁的时段，伫网络会当注文注意风险。目前已经有25000多人登记好势。台北市伫这2天的注射率拢有98%，是算不止啊悬。另外，台北市政府嘛按算要开始启动零确诊的计划，要防止隐形的传播链。继续85岁以上长者注疫苗，台北市10次开放80至84岁长者网络预约，18开始做。根据统计，6月15、16 2天，第一波有31996人预约，有31370人注射，预约注射率达到98.04%，尤其是到诊所的注射率达到99.80%。市长郭文德讲，感觉这是台北市民的成就。我们的医疗应当社区化、在地化。事实上后来发现它的满意度也最高所以我们不认为说打这种疫苗一定要搞一个很大的这种场地。另外，80至84岁长者网络预约情况，到17下到2点为止，已经有2.5万人登记预约。开放的病院、诊所236间，已经有138间已经满了。不过每一罐疫苗开了后6点钟内要用掉。对于剩的疫苗处理方式，敢会当提供给不是以这7类的对象组，郭文德对医师有信心，认为会合理的分配。合法、合理、合情，那这样就好了嘛。搞得大家都不敢用，那把那剩下4人份丢掉，这是一个畸形的国家才会这样的。对抗疫情，除了提升注疫苗、阻断社区传播链也真关键。10次台北市新增本土病例34例，郭文德指出，即卖疫情已经到了社会游击队的最后阶段，要启动台北市清零计划。如果一旦确诊，有症状的去住医院，没有症状的一定要送到防疫专责旅馆，因为我们必须切断这个感染源。如果你真的要留在家里，你要写切结书。以后我们不给你任何赔偿。郭文德强调，要让台北赶紧清零，
才会当思考三级管制敢会当放零。因为除了上北有人提议6月28了后，其他县市会当降到2级警戒。官员讲，解封已经唔是医学问题，而是政治甲文化问题，伊唔敢先做主张，也唔有设立场。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来关心受疫情影响，真侪学校的毕业典礼有的是取消，有的是改伫线顶举行。伫云林着国考啊，学校这边是拜托老师来做外送员，替囡仔甲毕业证书送到因兜。3、2、1，我们出发吧！听到校铃车队陆续出发，老师特别换粉红色polo衫，做山寨雕形观察员。分几条路，要到130位应届毕业学生的徛家送意外惊喜。恭喜你毕业了！毕业证书礼物交予学生，也阁要予因大大小览。原来无奈外地疫情，毕业典礼头一摆搬到线顶举行，各省6年毕业生未当亲自到场参加，甲老师同学翕相留念，同齐聚会道别，心中真遗憾。觉得我们这届比较衰吧，没想到没办法参加毕业典礼，我也觉得很可惜。为了弥补毕业生，学校想出号召学校的老师搬运外送员，就算10公里远的路程，也是坚持要将毕业证书送到厝。除了予囡仔为老师手中亲自接过，也要予因最后的欢呼甲祝福。热血的这一个老师们他们就扮成Foodpanda的这个送货员，然后把我们的毕业证书、毕业礼物，然后亲送到府给我们的孩子。这一届的毕业生很辛苦啊，就为这一群毕业生留下一点快乐的回忆。无实体的毕业典礼，学生心中难免惋惜。另外，学校出奇招，就是希望囡仔的成长路上会当少一点遗憾，留落更较侪的难忘回忆。记者综合报道。防疫期间，大家互相斗相共，有热情的人真多。亲像伫新北市，就有一个车队，有70多台车，这客运车司机组防疫车队，已经服务2500个新北市民。不管是要隔离，也是隔离煞要转去处理，因拢会甲人安全送到厝。来看因这段时间的付出。拄上确诊者去集中检疫所隔离，转来到三重埔停靠站，新北防疫专车对车身到车内拢着爱斟酌消毒。阮长讲见摆出勤，拢有心酸的故事。我载过一个少年，迄少年一上车就讲头晕，想要吐，我就讲好，我给你一个塑胶袋。沿路吐到淡水，然后我也只能就安抚他们，就是尽量保持心情顺畅。和宋昌佑同款，拢是对长照服务车转做驶防疫车的主战线。5月底，伊驶落去新竹，甲捌夹到攻击双和病院护理师的确诊者，再去台中看守所的防疫中心羁押。伊讲伫个路的，伊真惊吓，毋过完全理解为病的人心内不安。对他们被隔离的人也是蛮不愿意的吧？对啊，把他们载回家就感觉是任务了。所以一定要找到愿意所谓的牺牲奉献，而且是正面心理能量很大的司机。新北市的防疫车队对5月21开始做防疫车队到单，已经服务过外过，服务超过2500多位的市民，出动超过600桌，然后要我90位运将投入防疫车队。在咧运将出勤津贴这部分，市政府也过来收听。那目前是运用了所谓的灾难准备金的部分来作为这一次的服务的支应，原则上就是每一个司机如果每天出勤呢，大概就是会有3500块这样的津贴。也拿民间捐的爱心，包括清销的地点、物资、防护装备、收车的人员等等，也予防疫车队上大的鼓励，希望温暖的光影会当替社会带来更较侪希望。记者阿敏珍、林秀凯，新北报道。来关心家己的当招，15日时有一个便利商店的员工确诊，全赶紧伫社区做快筛，有检查191个人。官府嘛表示讲，加在即摆有实名制，所以透过实名制，有接触的人拢有通知来检查。接到通知的民众，拢来到卫生所外口准备接受检查。嘉义县东石乡15传出有超商店员确诊的消息。因为个案逐工去的所在拢真单纯，所以感染的原因搁咧调查。乡公所除了专项消毒，嘛伫16下晡进行社区台检。当然这是匡列它的左邻右舍，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检验
比较安心。那也希望大家不要人心惶惶。县政府调查超详实名侪资料，嘛针对个案徛家甲上班会接触的人，总共发出1500多笔短信。昨下报道检查279人，今仔日早时结果出来，全部拢是无感染的阴性。昨天测试出来的结果全部是阴性，就是大家都无代志哈。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扩大的筛检，还有快筛能够找到可能的感染者。嘉义县卫生局表示，这间超商活地游客较济，所以呼吁接到通知的民众一定要去做检查。若有相关的镜头，嘛要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千万唔通因为无注意造成疫情的传播。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今年屏东的雷蒙产量较少，所以价小价悬，受疫情影响，大家上侪要来即促进健康，所以今年一斤爱30块钱，也毋过销路嘛是同款真好。肉粽节了后，屏东的雷蒙开始要大出，不过今年雷蒙的产量比去年减真多，主要是前2冬雷蒙价销真歹，足侪农民拢撤掉改种别项，加上今年雨水少，有的雷蒙较细粒，今年产地价销加足好。过去啦吼，那伫4月了，吼咱的雷蒙就拢一开始一直缩落来，今年咱到近伫4月份咱产地价吼，大斤20几块。到5月30，近6月嘛是30，到去年吼，这个时阵吼，已经落到5块6块。屏东县种雷蒙的面积将近1900公顷，占全台湾7成。进前生产伤济，价销落，农民拢趁无钱。今年大出时却拄着疫情，农民业者本地真烦恼，要安怎销出去？想袂到民众甲雷蒙当作是养生、提悬防疫能力的水果，所以这阵颠倒真抢市。高雄这人客都拢会打电话订，我想说伫个疫情结果疫情反而佫愈侪人要啉雷蒙原汁所以即阵就是货运爱足久才会到所以阮就开始用家己的人员来配送。因为全台货运大塞车，业者家己送货。另外，亲像九如乡农会最近嘛，甲新的雷蒙加工品、甲其他菜色揽做伙推出防疫菜色包，伫网络即阵销路嘛袂歹。记者陈嘉文来为做屏东报道。6月20是国际难民日，台湾人权促进会甲国际特赦组织召开记者会，讲咱台湾的难民法已经拖15冬，应该赶紧完成立法。来自伊索比亚的 Tesfaye 伫台湾读博士，踮伫台湾超过3年。伊的故乡为去年开始来战，但是伊伫明年9月就要毕业，希望会使伫台湾寻求庇护。伊讲伫台湾有同款状况的伊索比亚人有几10个。那我国至今其实不止没有难民法，其实在移民法里面对于寻求庇护者，还有难民也是只字不提的。那也没有任何一条条文在处理国际法上面的面对难民个案时的不遣返原则。国际特赦台湾分会表示，就算咱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嘛也未立难民法，但是不遣返原则是国际公刑法，应该要遵守。这几年其实都没有什么实质上在法案上的进展哦。那我们统计到现在，至少大概有将近50位的当事人来海权会寻求协助，然后但很可惜的是说，我们从来都没有一位是真正的被政府所承认而且接受庇护的。大权会讲，难民伫台湾无合法的身份，最暗欠名者，超市是连者等等对抗疫情的政策保护措施，因拢无法度使用。呼吁即届政府莫阁耽误伫台湾已经延签15年的难民法立法。记者郭碧敦、陈海伦台北报道。因为全球暖化，日本当年有25万只海鸟会飞去英国的约克郡海岸，遭受捕卵生蛋。也毋过，这30年来，受气候变迁，也佮掠鱼掠过头影响，即马海鸟数量减一半。规律的海鸟伫咧本埔墩的山壁边飞，用望远镜会当看到，伊就停伫咧山壁边休困。英国的约克郡这片美丽佮特殊的海岸景观，每年4月到8月会吸引真侪游客。不过过去30年来，海鸟的数量减一半，保育人士担心气候变迁加过度掠鱼的问题，难继续恶化，海鸟会愈来愈侪无食的。The sea is warming dramatically around us, and that is unraveling the food web.
particularly hitting sand eels, the staple diet of kittiwakes, very dependent on this small shoaling fish, and many other seabirds are also suffering the same puffins through lack of sand eels. 保育人士警告讲，约克郡的海鸟正面临着生存危机，有可能被列入濒危名单。英国政府是讲已经划定保护区，希望减少渔业活动，保护海鸟。美国的科学家是利用先进的科技技术，伫咧鸟的身躯顶装正细粒的对撞器，了解海鸟的活动范围。In order to look at how birds migrate and why they migrate, we've got to attach things to their backs that actually communicate to satellites going around the Earth. Satellites that are free orbiting, as well as antennas on things like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So we put these tags on the backs of these birds that communicate their location. 当卫星甲太空站的天线接收到鸟所发出的信号了，研究人员就把这款资讯用电脑分析。这套系统比之前定立用的 GPS 定位系统更加准，唔但是让知影鸟飞到倒一个城市，也可以让知影伊伫咧倒一条路，晓伫咧倒一号人家停。科学家希望用这款资讯了解鸟迁徙习惯的变化，并且进一步掌握车地消息、环境污染甲气候变迁对鸟造成的威胁。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伫北部、东半部高温烧热，温度会升到36度以上。严格伫中南部，规工天气拢无稳定，不时拢会落雨。嘛要提醒乡亲，后礼拜开始有方面会挖进咱台湾，加上受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全台湾拢会是落雨天。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8度，上悬3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5度。外岛是26度至34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